后来过来，这件是屏东有一个太太，互诈骗集团骗去，讲伊户头互监管，叫伊就用现金去买100万的黄金，然后交互诈骗集团来处理。加在金仔店的头家感觉怪怪，帮忙报警，把这个集团的成员抓起来。啊，这个太太哦，是跋一岛捡到一只金鸡母，互骗去买黄金，煞颠倒赚70万块。几闹鬼警察为一位查甫人，其实诈骗集团监控的人，含车手拢捡掠起来。不要傻啦，误傻哈！不要这样对我啦！不要这样对你。你很诚实讲了，我都很。他刚刚第一次问你，为什么不讲？我都没有反抗，我都很。你还是反抗他。车手扣扣起来，坐伫咧涂骹，直直甲警察求情。原来因进前利用假检警的名义，爱被害者纳正100万的金嘛，以防你串供逃亡，所以侦查不公开，然后你一定要提出80%的金额出来。我没有提款卡，也没有什么那一些卡都没有，然后就说不然你就要去换成金条，这样比较好交管。进前集团成员惊做是电信业者，甲60岁被害查某人讲正惊扣人偷用地板，搁找熟悉的来惊做是嫌犯，互被害者叫是嫌犯逃走。落尾搁一位自称检警的成员甲被害者讲，因为牵连刑案爱监管考察，被害者总相信惊甲去银楼换车贷439万的金嘛，银楼业者感觉真可疑，就来到报警。他说那些钱他全部都要掌控，都要汇报。不晓得那时候金价是怎样，因为平常我没有在做投资。50万到70万左右，那刚好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就是波动了一下。查某人换金马是伫咧去年12月底，当时金马一钱16940，查某人赚20多万。到即马2月12日，金马一钱19700，赚上少70万。也因黄金的价格飙涨，让原本要被骗买黄金的受害者因而小赚一笔。金马价标悬，加在有银楼业者含警察斗斟酌，钱财才无互人变去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